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台中大理内新市场的入口处有一座牌楼，真有历史纪念的价值，是市场的标志。地方争取要来保留，但是新的地主请怪手要甲拆掉。因为无申请到道路施工临时路权的许可，市府是要求停工，而且甲罚款。拜托市政府保存历史牌楼。在地人发口号，希望讲保留牌楼，因为这个牌楼是内新零售市场的标志。面长有当时的县长甲乡长的名，去超过50年。人来问讲，恁住在就住内新市场有一个关公门，大家算讲迄算讲牌啊，人知啊，点要拆掉都无。这座牌楼的所在地土地所有权进程移转，新地主大告示讲要甲拆掉，引起附近住户的关心，希望讲会使甲保留落来。历史建物要保留，事实上居民的这个行的这个权利也一定要来这个维持。这座牌楼命运如何，都要等地方的人士甲地主个协商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